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这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听医生讲看卖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日11点到12点播出，欢迎大家收听。欢迎收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哈。空中的朋友，咱这礼拜继续过来采访赖奇万医师哈，赖奇万医师伊顶礼拜有甲咱讲真侪精彩的，伊安怎做神经科的医生，安怎咧关心这样型啦吼，就是癫痫的病人到尾个伫慈济医学院。开课了，伊走去和信医院吼，对医学教育的改革吼，和这个和信的黄达夫院长，个成大医学院的黄坤元教授吼，因算教育部这个医学教育委员会3个上重要的推动者啦吼，那意思这医学教育委员会主要是在关心什么代志？医教会吼，伊是无习惯啦，就是讲有会当建议安尼啦。但是评鉴最重要啊。医学院评鉴那是另外一个组织，叫做那个医学院评鉴台湾医学院评鉴委员会。迄评鉴的是就会变医学院教育的内容，就是恁有在到设计还是讲到？因为这医学院评鉴委员会是国萨部会组织吼，是2000年吼。谢伯孙不是，那个对上开始按美国医学院吼，美国医学院感觉讲美国足复杂，就是讲因真侪美国人想要做医生，袂当入去因的医学院，所以拢倒去外国读医学院，了才倒转来。但是因倒转来时，因在考美国医师执照，所以发现到有的外国是无好的医学教育的所在，袂使考，是有一个标准。所以讲，因为因来美国人来去外国读医学院时，会当请国家的迄个 medical student loan， 学生贷款，所以因感觉讲，你若去外国读迄阵，你共我请，你等下考袂掉，萨布鲁，你等下考袂掉了，都弱包子打狗对啊。所以感觉讲，我至少都要一个评鉴的组织，看 international， 看国际，对。到什么程度所以创造说，那个医学教育委员会吼，评估讲外国医学教育。OK， 所以台湾就应用这个。1998年哦，因来看台湾啦，因来看亚洲啦。亚洲的国家。看了亚洲敢一个国家通过，讲是甲 USA 哦 comparable 意思是讲可以相比拟啦。就有承认你有水准，有水准对。迄阵大概我是讲这历史，我问学生问老师咯，你想到一亚洲到一个国家，应该日本，大家拢讲日本，是啊，不是印度。印度有印度的医学院嘛，较好啊。印度是英国的系统，英国体系，所以迄个教育吼，因确实有那种 document 足多，照英国的标准来。一个 documentation 足好啊。就是讲迄个数据证据啥，美国就是要安怎看你，无法度看你的医学水准偌好啊，伊就看你的 documentation。所以有那印度确实有那做了真好了。新加坡咧，新加坡感觉都不够哦，哇！所以。咱台湾真侪国家像日本、韩国拢无会采面嘛。伊讲这阮的学生，阮就无美国学生来阮遮读册嘛。对哦。所以我何必采我走你美国佚佗。但是台湾有受美国影响真大啦。台湾，我讲黄坤元有远见啦。是。黄坤元一直代表台湾去答辩，讲这咱无给咱让
去遐答辩，答辩我无讲啊呢，不成功12个理由，内面上头一个理由就是讲，恁无一个评鉴委员会嘛。所以咱的评鉴是啥？就是讲教育部一年派一个督学去遐坐一载去跟恁座谈会，因为根本就无路用嘛。对，无路用。啊，所以迄处迄个黄坤就利用这个机会，把所有的迄款迄个医教会吼，看咱会当所有的这个养院院长大家来开会，咱是不是应该创一个标准出来？迄阵创出来叫做TMAC 吼，台湾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台湾医学院教育评鉴委员会啦。是。迄阵开始，咱是2000年成立了。OK。我就说1998年回来要带人都参加，就慈济医学院赶上那班车吼。对。所以我就伫咧委员会那边，所以按遐开始安尼。我的感觉吼，迄阵这是我的印象啦。虽然我无参加伫迄，但是我感觉真侪医学院开始重视通识教育，吼，因为这个医学教育内底，其实后壁临床迄部分吼，实在讲，咱未比人较差啦。对，吼，但是初期这个大学1年2年，这个通识教育，过去台湾的医学院是无啥重视啊。我家己的印象，我感觉读高一的时候，1年2年拢咧佚佗，跟咧上国文、英文啦，就微积分啦，无就是化学啦，就等于高中的延续尔嘛。后来因为教育部这个医学教育委员会开始，通识教育变最重要，所以各医学院开始咧讲这个通识教育，其实就是讲 pre-medical 啦，就是讲要进入真正医学以前这个准备啦，要安怎互医学院1年2年的学生开始有医学的关怀啦，医学的人文的这个素养所以通识教育是最重要。个一项是医学伦理啦，医学伦理嘛一直被提倡啦，实在医学伦理这个课是真歹教啦，真歹教。这部分赖教授你是伫国内互人认为你是一个医学伦理，还是讲医学人文的这个讲大师是较歹势就是讲你是写足侪文章在探讨这方面。尤其我发现讲，你有一个强项，就是讲你翻译足侪美国这方面的文章，还是册介绍这方面真好的册。我发现迄美国医生是会真好写文章呢。迄即使翻译的文章，咱读起来都会感动啦。讲个，你这方面做真侪代志，你会当甲咱的口中的朋友分享一下。说了，他在讲迄个评鉴吼。陈先生你讲有影啦，咱就是咱台湾吼，咱拢头安2档叫做医育科吼其实咱大家拢来佚佗啊，拢来佚佗。我考入来养你啊，安尼，大家敢若要开始要过好日子啊。是啊。我甲黄坤元、甲黄大虎3个人入去这个 TMAC 吼，这医学院评鉴委员会时，阮3个拢是伫国外真久的时间就要转来。对，恁拢伫美国20-30档较长。美国的医学教育甲台湾上咧无共款，美国真侪大部分的医学院拢是大学毕业了，才入去医学院4年。学士后的啦。学士后。所以因的通识教育拢伫大学4年已经。大学了，较搁读医学院啦，因拢是。所以 pre-med 吼，因的 pre-med 足强的啦。咱台湾，阮转来了，主要从这评鉴前啊时，你看咱台湾迄阵，已经这个医育科2档哦，其实拢已经去有一寡基础医学侵入啊。占去用啊。有的学校甚至足。学分就当然大体解剖在大2上，都先上啊，对啊。所以真侪这个医学人文啊，这款通识教育拢用压缩了。对了，都感觉拢不重要。所以感觉讲，咱的医生可能咱的论文的受用会较歹，所以头一就讲，咱咧做评鉴时，咱课程咱会当规划，会当介入，所以咱就讲净空，这2年回拢干那上医学人文，所以医学史了，下面拢在讲所以这头这几年是老实讲一直像这个医育科的净空人文个充实起，但是老实讲，要看起来咱
这几年来比较学生嘛无一定讲讲咧较有人文素养啦。因为师资歹找啦。对，因为我家己有深深的感受，迄阵北医有设一个医学人文研究所嘛。你有去帮忙？就是你要做一个研究所，因讲都要7个专任的老师嘛，迄是教育部的规定嘛。北医就较找嘛，找无7个专任的老师，都因为你若要教临床，大家足熬的啊。要教基础医学嘛，足侪人啊。我药理学解剖，你讲的生理，这拢有人啊。你要教医学人文，都毋知要找啥教，因为咱家己以前读医学院，都无上过这啊嘛。你讲医学伦理，这是要讲理论简单，这要教无咧简单。所以迄阵北医的医学人文研究所第一年嘛无过啊，就是评鉴嘛无过，因为都无7个专任老师嘛。迄阵我会记是蔡笃坚去做所长啦，伊是阳明毕业去美国有啦读，伊读社会学，所以伊对这嘛有趣味，伊就来甲我叫啊。伊讲来斗教啦，我教啥？你来教医学史啦。因为迄阵我就开始对迄台湾的医疗史有趣味啦，我开始落咧写这方面的物啊。你来开课啊。后来我嘛讲勉强凑到7个老师，但是恁有要求迄什么呢？教学地图啊，就是你的课程核心课程是啥？恁安怎设计？恁感觉讲这医学人文都要包含什么内容？我迄阵嘛绞尽脑汁安尼你也别当凭空想象啊。比如你讲哲学最重要问题咱都无人会晓教哲学啊，咱都无人受这个训练，读医科都无人讲要读体学的嘛，对吧？所以你嘛要迁就师资嘛，所以我那阵就很勉强讲来有医学史、医学伦理医疗社会学，搁一个到尾阮放一个就是社区医生要安怎进入社区的关怀，迄部分就小可有像你拄则讲的迄个对疾病的偏见，还是讲这个社区和病院的结合啦，医疗人员和这个社区工作者的结合，这部分的课程安尼很勉强啦，较把迄核心课程开出来，所以你是上重要的这部分的推动者，差不多。你安尼入去教育部到今嘛超过20人啊，伫医学教育委员会。我驾照已经退休啊。对啦，但是我是讲20年前，差不多20年前参与的嘛，你讲的。我想看嘛，我差不多啊，你当然23年嘛。你出去2002、2003入去啊，所以说20几档啦，无绝对无20档。你安尼即马安尼个回头看起来，这部分台湾要安怎个加强？还是讲即摆有较少年的啊，因嘛是继续咧推动这个工作。我看后来有影各学校继续进步，这方面的师资拢有加强。不过老实讲，迄阵开始要创这阵即摆想来说是，咱做讲的真对了就是讲杜正胜做部长，教育部长时，伊改革是足厉害的咯。伊头前就讲顾问室，大摆拢是用科技的人做头。为什么不能够用人文的人？对啊。所以伊开始用人文的人，当时呢，伊获一个真大的 grant， 互阮去发展医学伦理、医学课程人文课程安尼。迄阵因朝我创2个。这师资培育，就是讲，咱台湾你咧讲的，就讲咱师资无嘛，师资培育得课程发展。对，这课程发展到尾也真趣味呢。做足侪代志。对，我家己的经验到尾是啥？电影。对。阮后来哇啦。对，阮请迄个做电影的人，因有咧翕一寡和医学有关系的电影嘛，迄就当探讨医学伦理。对。迄外国嘛，足侪即个足好的电影。日本做啊足好。对，病人的故事，这你放电影学生看，你要开来讨论，对，就是，这课学生足欢迎的啦。是啊，足哇啦。对。后来呢，有演剧呢。对。迄学生家己咧演，因家己找患者的故事，还是讲因感受到的物件，来演做戏甲学生搁咧讨论这效果就足好。对。所以同款小说嘛会使，所以文学和医学的结合就过来啊。所以这个
医学英文其实是会当真丰富，足多元啦，足多元啦。迄阵创起来时阵，这两个迄落这个医学伦理课程发展，这是蔡武昌创个足好。而且师资培育吼，何明荣教授做足多的代志。OK，这两个拢台大吼。OK， 何明荣是有影值得讲再三称赞的人，也是咱台湾北二女毕业，了就直接去哈佛，去读 undergraduate， 读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或者入去UPenn去读医学院，啊了去 Oxford 去读，迄个医学人类学，伊嘛是台大上，已经离开啊，走去对，已经登去美国做教授伫 George Washington， 无错，所以迄个何明荣也国际关系就好了，所以伊从这师资培育时，伊才从这讲请美国足出名的老师来家，啊，所有医学院是老师，这方面人拢去遐修课，啊，我感觉迄是把台湾带动的一个足大迄个，但这两个了，迄个顾问室的发现就讲。啊！你这老师，你可以叫一下课程发展，你叫伊来上课，但是医学院来无重视，你无啊？所以讲咱结构面都喺咯。迄阵因为我拄啊伫医教会嘛，所以讲啊，我搁伫 TMAC， 伊讲你两手，一个教育部一个评鉴委员会，你是毋是当做啥代志？所以阮才从一个，阮叫做 MEH 吼 ，Medical Educators for Humanities， 就讲。医学人文教育核心团队，迄阵在讲拜托每个医学院院长上两个老师来参加这团队，一个是医生，一个不是医生的。啊，阮2年安尼定到顶着，发现就讲台湾真头仔你讲台湾的人文师资无好，问题就讲咱师都在医学院做教人医学人文的。无可能当升嘛，伊就无重视啦，因为伊袂当升顶啊，伊升顶拢医学院人甲你升。迄敢若食饭的小菜啦，对，敢若为着评鉴在升，对，所以才改讲，咱都要安怎创造这款人的评鉴外省是共款这个领域的人，比如说你教医学历史，你叫历史系人看，才有公平嘛，对，而且规改变，所以基本这个医学人文。老师给足多，老师给足多嘛，啊，伊嘛够有成就感。对，因为教医学院的学生哦，台大其实医学院学生真巧啦。是啊，你若有好的老师，有好的教材吼，对啊，就是安尼，一声就通啊。你讲有黄宽崇吼，黄宽崇教授，我是讲台湾讲侪人个唔知伊对医学教育的帮忙。伊就是长庚大学为了把眼光，会去请伊来主持。医学院那边的医学人文课程，伊从我做好，伊是读历史的吼，真好啊，规个我来看伊讲伫迄个咱那个伫中正纪念堂的对面有一个咱的国家图书馆，迄讲有一个伊的物件摕出来展览，啊，伊即嘛伊所有的学生的。迄款迄落作业一改，迄拢收伫啊！一定看到你老师在，一个老师用遐侪时间来改学生的报告，所以这就是讲医学人文都要专业人，不是医生啦。对了，医生可能有会真熬哦，长庚有一个医生足熬，但大部分医生拢无是较好啦。但人文的医生都顾看病人啊，就是啊，这方面有这方面的专门的人啦，所以医学人文教材师资开，我想得开始就足大的改变。好，咱来听一个音乐，搁来继续请教赖医师哈。このなり
去亲像一场梦，阮有哪多，我经历一杯，经所有伤心的、无奈的、失去的一切，其实咱关心的、可爱也搁有真多，经所有未来的，不惊伊困难有偌多，甲咱的人生阮有哪到尾？欢迎各位倒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空中的朋友，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今日互咱采访的就是延续历礼拜赖启源医师这是足重要的哦，对台湾的医学教育、医学人文的这个改革有足侪贡献伊当然本身是神经科的一个专家啦拄则讲到伊参加这个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搁后来这个医学院的评鉴的工会开始对这个台湾的通识教育和这个医学伦理也是医学人文的教育培养师资啦来编真侪新的课程因有做一寡努力你拄则讲的足对咧，你像讲读历史的迄张秀荣教授伊嘛替咱做足侪代志伊是本来读历史的，伊嘛无咧创医学史啊。不过，迄阵台大医学院的这个谢博生甲拜托，我整理恁台大的这个历史了整理足侪资料出来，叫真侪物件，从日本时代的宝贵的资料个不但是安尼，伊去英国荷兰遐伊嘛创足侪资料回来所以对台湾的这个通识教育，迄都有足大的贡献啦对医学史的部分。好，那意思你不但是对医学教育这部分，这是正规系统，要来影响少年的医生互因有这个人文素养。你对这个社会教育，你嘛做真多呢。你伫真多媒体顶端，你有开始建立一个叫做医病平台这种的专栏。这个平台就是鼓励
不但医生啦，所有的医疗从业人员啦，护士嘛会使啊，复健的人嘛会使啊，还是讲这个药师拢嘛会使写，啊，佫较要紧是病人嘛会使写，家属嘛会使写所以这个构想一开始是安怎来？这其实这开始是一个真大的，变那讲震撼教育开始。震撼教育。我想话7年前，7年前7月有一个台大医学院的毕业生来找我，伊就6月毕业，8月要做兵，我7月来找我。伊甲我讲，伊要互我知影讲，即卖少年的读医生的人会感想感慨啦。伊讲我7年前，我迄阵是7年制嘛，刚考到一样。7年前我考到一样，阮高中同学大家拢足羡慕我。够恭喜。即卖我要毕业吧？毕业啊大家拢足同情我。讲了算流目屎出来。我这严重。我真严重啊伊讲老师，我咧讲我古早我入去台大医学院了，我逐年拢会等于建中我的母校。甲学生讲。来做医生了，已经足好，你会当就有成就感了咱若有迄个能力，咱会当帮忙足侪人安怎。伊讲，但是我整个医科5年踏入去病了，我看到我的学长学姐，就是也住院医师，无做毋到啥代志，叫患者是家属，语言暴力，甚至肢体暴力，看到我的老师。去用告医疗纠纷，去法院去登来了，足唔甘愿的，讲用侮辱，伫咧怨叹。伊讲我感觉我想的，我要读医学院出来要做的代志，甲我即马看到环境完全无共款。所以我即马老实讲，我建中的学弟问我时，我拢会讲。上好唔好来读医啊？除非你不得已一定爱做，不然的话，这个不是你想的环境了。我听是足震撼的，所以就是讲台湾社会这个医疗生态、医疗环境变做和以前无共款啊。对，所以我迄阵我头一个想英英啊，我做甲英英啊，到底阮拢有就10个人啦，医生背景的7个人，老一辈都影响到我还佫2个医生老一辈中生代2个迄个年轻的2个，阮7个人毋是医生界的，一个是音乐家曾道雄教授曾道雄，佫一个是小说家黄春明，黄春明，这真好写，真好写，你的好朋友。佫一个是马改病的陈牧师，伊是专门咧处理医疗纠纷。对。因为咱斗阵几若摆斗阵食饭嘛，我无啥会记得啊咧，我袂记得啊，这拢你做的啦，你帮忙做做。大家几摆斗阵了，来讲无来创一个平台有一个平台，当讲医生、医疗专业人，甲社会大众病人家属，咱会当大家平起平坐，大家来发表你的想法、你的看法，讨论问题。咱互相才能了解对方的想法。安尼，因为透过了解，才能建立一个较好的医病关系啊。讲了，得要6年咧。做6年啊，得要6年，无简单咧。我一礼拜有当时2-3篇，即摆拢3篇嘛。这安尼量算袂少。咱拄开始时是伫民报嘛，我知，迄阵民报一礼拜拢刊2篇，拜2个拜5嘛。即摆变3篇。迄阵是讲一个医一个病安尼咧。对。即摆是变做3篇，一个主题啦。对，最近真精彩。是，且拍做啦，你一篇足好的文章入来，你来去找另外2个人来写。OK。从这，所以。有当时我祷告久，哪会出来？我咧等，我边还没讨论呢，要对谈的就对了。是。这空中的朋友若也毋捌看过去你民报看到有，另外伫对一个报。即满是伫联合报。联合报嘛有。联合报元气网。元气网你看啊 Google 甲拍医病平台的。对啊，你看。网站你甲拍医病平台，你就会当看到这个精彩的文章。我家己有咧读，我真正感觉有的文章写了足好，真有意思。
这就是赖医师伊用心，因为我是办民报，我是负责提供迄个平台尔啦。文章拢赖医师在约的啦，当然伊个有叫人去帮忙到收集这些文章但是拢写了真好。有当时像讲在探讨这个安宁临终的关怀，也是讲患者本身家己写的家属写的心情有当时咧探讨这个器官移植像最近咧写到器官移植我感觉拢足侪。家己我虽然做医生，读了我嘛足感动的。有的患者写伊安怎照顾家己的厝内的人迄个心路历程实在拢写了真好啦。我感觉讲，这个平台是提供足侪值得大家来共同反省探讨的这个问题啦生老病死拢有啦讲起来实在是真无简单的6年啊呢，讲起来安尼嘛是无简单的你反正要活100岁咧，所以你阁有当做20档希望大家会当较侪人看无赖医师安尼用遐侪心血你这嘛有甲出册啊？我正有咧想要出册会使嘛会当甲出册啊？这嘛是讲到出册，赖医师你安尼已经写偌侪册啊？无啦，无几本无啦，10几本走袂去吧？无啦，有啦，他无，我刚才看你的，迄个个翻译的咧。对啦，有诶无翻译，无啦，无遐侪本。咱先讲翻译的部分啊。你和黄达夫院长恁拢有咧找迄国外的好的册，尤其是和这医疗相关的拜托，迄间什么出版社？迄间天下文化出版嘛。你家己嘛捌翻啦。因村的人翻的，有诶拢是迄册有足好呢。老实讲是黄达夫，毋是我。黄达夫看册看足侪啦。伊看足侪你嘛看足侪啊。袂歹册你以前伫迄落当代医学，对无？你嘛是。逐期拢有写一篇每月一书册的介绍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你嘛是看足济啊。是你这个习惯是等来台湾较开始，还是讲伫美国就有啊嘛？伫美国你就开始咧看这外国人写的真济。我感觉外国人伫这方面写足厉害，足厉害。伊专业嘛做啊足好，而且写个足好。我会去看一本迄个一个外科医师的修炼对。我讲遐个外科医生啦，遐够写文章啦。这人无简单啦，搭编出来拢是 bestseller。拢摕到什么普利兹奖啊，或者什么美国的畅销书呢？医生遐够写实在是。这是 Hillary Clinton 的迄款迄个医疗顾问呢。就是啊。较早我会记一个美国医生台湾的，他都来讲诶，咱遮分做葛文德啦，台湾的。这个一个美国医生，伊写的物件，佮拍做电视剧呢。对。迄个什么急诊室的春天。对。咱台湾足侪人有看过。影响足侪美国学生，迄影响较是大，因为好的作品佮变电视的作品，佮变电影《侏罗纪》。对。我讲这外国人。侏罗纪嘛，足厉害。足厉害。迄个真趣味呢，迄个。Michael Crichton， 对 ，Michael Crichton 读哈佛大学医学院，都是啊。毕业了无做一工的医生，伊就去写作。真正伊无做医生伊学生时阵医学院院长，Federman Dan Federman 来台湾佚佗时，来阮请伊来遮教咨询。伊讲个故事，伊讲 Dan Federman 讲，这个 Crichton 1年级读了就不爱读啦，讲要退学。真正讲你读超1-2年，你讲 basic science 呢？讲基础医学，你都还未接受就这些医学。你搁他前面讲，2年读了，伊讲基础医学读了啊，伊讲现在无趣味，伊讲但这2年拢基础医学，你还未接受就病人嘛。你搁读1年，免费1年读到3年，3年读了来讲。That's it， 我要退学。伊讲你搁差1年，你就 Harvard MD 呢 ？Harvard MD 呢？说好说歹，更是读4年。总读到毕业。但是你个看伊写的小说，伊若无读，伊若无做医生，无可能当写出来。是。你讲侏罗纪讲诶，足趣味。真侪来讲是 predict 咧。对。gene 什么？这
这都互我受到迄个世界出名的小说家，迄个契诃夫啦，俄罗斯这个契诃夫啦，伊嘛是读医学院的，是啊，最后时迄出版商吼，甲讲你医学院莫读啊啦，你敢若写小说吼，你会比做医生赚较侪钱啦。但是伊到尾嘛是讲袂使，我医学院读过了。哦，伊讲哦，医学是我的最爱，最爱，迄个文学是我的情妇的对，两项拢无放弃。对，到尾是俄罗斯上出名的小说家，哦，对，伊嘛写足侪和病人有关系的小说，哦，写了足好。台湾像即款的嘛有一两个啦，无侪啦。较早恁台大迄个王奕嘉嘛，像王奕嘉啊，个麻醉科迄个侯文勇，王奕嘉拢做厉害。侯文勇抑个有做医生，对啦，伊有做麻醉科。王奕嘉拢无，王奕嘉嘛是恁台大毕业，总无做医生，干那咧写物件尔，啊个办杂志，啊个办出版社，健康世界，嘛做甲做成功。啊，即摆佫一个较少年的，叫做蓝怡峰。迄点在伊啊，对，巡夷飞弹迄，对，迄蓝怡峰，伊嘛台大医科毕业，无做医生，即嘛哦，逐工拢伫我办公室，哟，足够，好，伊毋是干那写小说啊，写迄个文章，佮翻译，伊嘛翻译足侪外国的物，伊个伫网络办一个有那网络报纸啦，但即个网络报纸是拢科技的。哦，介绍薪资的对吧？看足侪外国资料，哦，安尼伊嘛活甲足爽快咧。你是算有做医生，啊，佮有咧看这个物啊，有咧翻译，有咧介绍。因那是真正连医生都无做，好实在哦，这真趣味啦。哦，就是讲咱医界嘛是有一寡这安尼足特别的人才的对啊，吼。是，啊，你安尼。恁即个出版的工作到即摆还佫有继续啊？恁嘛是还佫选好册底互天下底佫甲恁。这是黄大我真感谢嘛，伊吼，伊一直讲好册都爱介绍出台湾，有较侪人看咧。但是伊问天下，伊讲你出这可能袂趁钱啊。你出资偌，你也出卖几本，你就会当卖了钱。啊，我真袂记伊是讲几本啦，差不多爱2000啦。伊种差2000吼，就讲我甲你买1500本啦。哦，遮甘心哦。啊，所以每个样伊拢送。哦，黄大夫，伊用基金会咧做即个代志哦。就是我咧工作迄个基金会。哦，啊，这老实讲拢是伊出的啦。哦，所以这嘛是。啊，资材部分拢是伊看到。咧普及即个。我见的足少的，这就是有那等于医学人文的一个普及化的工作啦吼。我一直出版店员用遮侪心，我佫无用不遮侪钱诶。哦，是啊，你一遍拢甲1500本，迄天下出的册真多呢。是，伊见出册有当时都会寄互我，我读本册我感觉拢足好的册呢。已经得要到40本啊。哦，是嘛，哦，啊这工作若佫继续咧，将来100-200本，迄不得了。是，迄影响力应该有啦，一定会，迄久长啦。迄是久长的基础的工作啦，吼，所以这部分赖奇万医师和黄大副院长伫这方面嘛做真侪代志吼，咱空中的朋友吼，若有咧关心注意的，应该会去看到这好册啦，吼。好，无咱过来听一段音乐了，我佫继续来请教赖医师吼。永远陪伴阮身边，如今你我两人分开千万里，当初的约定，你敢也会记？你看满天星星灿烂
节来临，如果满天星星遮满了乌云，那是我等不到你，心在哭泣。也会记彼年咱伫山顶看夜景，你讲你是上港的迄粒星，永远陪伴阮身边。如今你我两个分开千万里，当初的约定，你敢也会记？你看满天星星灿烂又晶莹，那是我在倒数和你见面时间来临。如果满天星星遮满了乌云，那是我等不到你，心在哭泣。你看满天星星灿烂又晶莹，那是我在倒数和你见面时间来临。如果满天星星遮满了乌云，那是我等不到你，心在哭泣，我等不到你，心在哭泣。欢迎各位倒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哈。今日接受咱采访的哈赖启万医师啦哈。赖启万医师是咱国内真出名神经科的教授，嘛是一个医学教育家，佮对这个医学人文，也是讲医学伦理哈，有做真侪贡献啦哈。拄则讲到伊有翻译，也是介绍真侪外国吼这方面的好册，含这个和信医院的黄达夫院长吼，安尼因鼓励人甲因翻译出版，黄达夫院长也真甘心甲天下文化杂志讲，你若出册，我拢甲你买一寡送互医学院吼的图书馆，安尼在推广这个医学人文的教育啦吼。那意思你伫即个经典杂志顶悬，我拄则讲你伫当代医学，逐个月拢会介绍一本好册嘛。后来经典杂志顶悬，你嘛写专栏嘛。后来你即个专栏的部分有出版一本杏林笔记。这本杏林笔记伫2006年有得到新闻局的最佳专栏写作的金鼎奖啦。这专栏大部分拢写什么物啊？老实讲，拢是我迄一个月内面得奖代志上最有印象的感想。我的感想，行医的感想，不一定跟行医有关，有当时在做人，做人的。是我在车内听到人咧讲话啊，什么感慨。其实空中的朋友，恁有感觉对我咧含伊即个对谈，我咧甲采访内底，你会感觉赖启万其实是一个足感性的人啦。足感性的，所以伊对真侪代志足容易讲有感触，也是有感想啦伊就甲写出来安尼所以这会摕到这个金鼎奖，就知影讲伊的功力是无简单
咱捌看过的人会使去看这本册看卖咧吼。我特别搁要叫伊讲一本册是讲，你有一本册叫做赖奇万医师的心灵飨宴，这大概就是你介绍过的册。会好册，哦，你甲收集起来，对，所以迄作者是伫当代医学捌看过。迄阵是当代医学有从一个专栏吼，叫做每月一书啊。迄阵是当代医学，阮当代医学这杂志吼，即摆已经无啊吼。一本来介绍一下。阮是住院医师时阵开始吼啊，廖云焕院士，台大医生做为办的一本医学杂志。阮才10几个人吼，啊，大家拢个住院医师时阵少年开始办。啊，迄阵就是讲要介绍新知啦，吼。我其实我拢无贡献啥，我做主编做1年尔，我就出国啊。我做主编1年就贡献啦，太无贡献啥。所以我等下台湾了，尾仔又去搬来台北了，因就讲叫你个写。毋是啊，叫我做社长。我做你是社长是啊，我这大贡献啊，太无贡献。你一定爱做代志啊。是。啊，社长头就是一定爱有迄款迄个有文章嘛，爱有篇幅，啊，全部创造专栏嘛。对。我迄阵创2个专栏，我到即摆我讲有意思，即个就是每月一书，迄让逼我读册，啊，介绍过一次，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医学生的心语，医学生的心语来话，因为咱真侪医学生是将来要做医生，咱要爱知影伊咧学生时代咧想啥。啊，伊有啥物感受？哦，我甲你讲，我最近一个医生，即马阮和信医院主治医师，我见到伊学生时代写给阮咧，我招伊来谈，足趣味啦。看伊即马生活够是啊，啊，抑个是讲我迄个生，就对环境足好，真好啊。所以就是讲，这医学生会呢会当写出伊的心。啊，即马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内科的教授，这人足厉害，伊是 MD 以外，佫是 PhD， 迄个英国文学的。英国文学的博士啦。博士。啊，伊就是创造一个叫做叙述性 narrative medicine 叙述性医学。叙述医学。伊种鼓励学生，大家拢都在写作。伊讲你敢听啊感动，你无写出来差足多。但是你要写时，你就经历你的思路。对了。所以不知不觉你也加了解患者你也加足了解。啊，所以阮就从这个当代医学这2个专栏吼，而且每月一书的逼我家己读册嘛。对啊，读册再写出来就讲阮头来讲叙事性医学，讲阮你要写出来，更深入。个读个写，对，安尼就是一种尾啊，这个像好，毋是好，迄个心灵光环吼，这个出一个，迄阵毋知要叫啥名吼，啊，别人讲啊，不如心灵响应，用你的名，心灵响应，这就是讲对你的心灵足丰富的享受，是啊，分享给大家读者安尼啦，啊，这真好啊。一方面就是讲，有可能是你读册的心得，还是讲你看到的、听到的，啊，互你感动的，啊，搁和大家分享嘛，吼，啊，当然这种册看起来一定拢足有收获的啦，吼。你搁有一本册叫做《当医生遇见》，这是边套 Sicky 是啥物？Sicky 吼是我伫有一边开会伫Washington DC，你看伊 Natural History Museum 嘛。自然历史博物馆，啊，多少一个录音带，录影带，咧介绍一个真出名的荷兰的文学家，我袂记伊名，啊，伊咧讲，恁大家拢想讲，敢若讲恁白人的文化，这样是印第安人，毋是荷兰，印第安人。伊讲恁大家拢想讲白人拢看无起印第安，啊，电影搬个印第安拢敢若足低级安尼吼。伊讲其实。阮有一句话，一个字啊，叫 Sicky， 啊，用个音来拼，印第安话的对，印第安话，啊，伊个音嗲字是 SIKI 啦，伊讲这里含义非常深奥，是讲我关心你，你关心我 ，I care for you and you care for me，伊讲恁有这款音。恁英文有这里，对啊，咱白人有这个话哦。我想想，咱中文无啊，日文嘛无啊。对啊。啊，你想伊就讲这，
迄阵我对即个就趣味吼，说落是安那，有一天我毋知影我体重106吼，迄阵伫美国时，所以阮太太就甲阮医生伊就讲叫一定要去检查，我 schedule 迄早起要去做迄个检查时，我赛车要去病院时，我系美票等一个患者。按迄个急诊处迄个 operator 吼，谢先生转过啊，嗰啲 BB call，伊打电话就是讲伊的某吼，伊的某是我的患者，伊的某癫痫控制到普通时拢袂歹啦，讲突然间迄暗癫痫发作全无醒起来，送伊伫大学病院，伫圣路易斯急诊室，圣路易斯离我遐不远嘛，超赛车5点5-6点钟久，伊讲。伫圣路易斯大学病院，即嘛伫 ICU 急救室加护病房内面，伊足爱知影讲因太太当正经啥讲，我会当敲电话甲遐医生讲者。我听到足意外嘛，因为我前几礼拜我才看到因啊，好势个嘛，所以我讲我一定会咧敲，但是我讲我因为我早起我有问诊，所以我。小人入去，我是要入去做我家己身体检查，了我就煞来看接患者，所以我可能出来时阵点外2点吼，所以我若无靠你，你唔好烦恼啦吼。但是我尽量我甲你查，确定了我现接，足好运就去接到，就知影讲迄伊即嘛伫圣路写迄个主治医师是甲我伫面的所来训练万我一期的好朋友，所以我应该联络着。伊讲奇怪，这患者已经死啊，已经脑死了吼。所以阮想明仔早起才要到家属讲，看会当移植的器官移植有要创。伊讲因家属还佫毋知影讲已经脑死啊。伊讲真无希望。所以我全较应该打电话倒转去甲因。这伫甲因太太、甲因先生讲讯啊，全哭啊出声吼响起来了，向拢甲我讲，你家己是安怎？你要去做检查啦？我就老实甲讲吼，甲我讲，你对阮兜的人真来好吼，阮全家人会替你祈祷。吼，伊讲即句我全头发晒出来就是讲，伊讲我永远袂会记你即款医生真来照顾阮太太吼。我定想我会当做什么 in return 吼。回报啦吼，回报，因为至少在你需要帮忙时，我要替你祈祷啊。伊本身牧师啦 ，OK， 吼，伊讲愿主保佑你，吼，愿主保佑你啊。确定了，我才无可能赛车，因为我目睭拢无去，我拢流目屎嘛。我一生医生的路，就是拢是医生咧照顾患者，咧关心患者。从来无想讲有一天是患者，还是讲家属咧照关心我。我才想到 Siki 这里嘛，I care for you 一个，所以我才写一个，我早即嘛想啦，我等下有代志，我就写报纸迄个读者投诉迄款。我才写这，我就是讲医生甲患者的关系会当 Siki。我目屎嘛要连落啊，所以咱今仔日吼真感谢。这赖启万医师吼来互咱采访最后讲这段吼，我想空中的朋友恁一定有那拢足感动啦吼大家去看伊的册，会感动人的代志足多啦吼。伊是咱台湾吼互人足尊敬一个推动医学人文、医学教育的改革、医学伦理的一个阮的心目中吼一个上好的老师啦吼咱今日采访到这要告一段落吼。真多谢赖医师你来上阮的节目，多谢，多谢你，多谢。大年夜的歌声在远远地唱，冷冷的北风静静地吹，我总是痴痴地看着那轻轻的指挥慢慢地飞，曾经是爷爷点着的火，曾经是爹爹教给了我，分不清究竟为什么爱上这熊熊的一盆火。
像活在